这是咱要来串联今早去北京的信息，请献到信息第71首《耶稣世界真光》。咱先做来念第一章。他都世界真光，一个宝宝的地方通港，走下地来讲谁？那看见，亲像看见地平，因光之光兄弟。好，真趣味，刚刚差点变独唱，因为只有拿圣诗的人才会唱。好 ，PPT， 请问有圣诗吗？没有的话，赶快找手边有没有圣诗，圣歌队有的赶快拿出来。短期内显然还不会跑出来。好，这首信息捌听过会压手，因为听起来歌声较细声，好不要紧。然后手头阁无，所以即马有诶，咱先来大声唱。好，第一场过一届。好，第一个音阶好，谢谢。预备，来！基督世界真光，一个宝宝的地方中港，走下地来讲谁？咱那看见，亲像看见地平，因光之光兄弟。好，第一集同款哦，做兄弟，做甲做小可无相像，咱若是会当注意，下个字咱就唱迄个正确的。好，这时请咱过来掀开信息342首。今日圣诞赞美礼拜，咱经的诗歌拢是主是真光。我毋知大家有看到新闻吼，前日伫台北市发生的代志，咱无法度想象这个世界到底是出甚物问题。要么讲主的真光，是毋是就伫咱生命中间，咱嘛食做光，会当光照黑暗的世界。咱做伙来吟唱342首，弹一次，谢谢。咱做伙来吟唱。车来自真光，偏向守造世界，求你点导关心，加关引动在。有一寡兄弟捌唱过这首信息，当时敢有印象？咱伫点圣诞顶的时，迄天暗时祈祷会有唱，要毋过迄时吼，无法度甲大家提起一下。第二，上一页，好，即句话，好，这里，这边怎读？点立点倒点倒，好，点倒关心安尼，好吗？可以，好，来，第一站过一届，预备，来。车来自真光，偏向守造世界，求你点导关心，加关引动在。车来自真光，偏向颂扬因光，求你点导关心，好关的佳音。车来
车来此情歌，偏将受了人群，求你定得关心，好关的头帮。车来此情歌，偏将有些人群，求你定得关心，好关出头天。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与再去写礼拜。请容我提起一个，将你的手镜关无声音，咱会当专心来敬拜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咱比办安静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追求伊的指示。请三甲来唱圣诗，圣诗第71首，圣诗第71首，基督世界真光，会将车起立。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都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这是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19篇，启应文第19篇，也是诗篇84篇。我来启，大家来应。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地院到要昏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这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仇。
阿囝的仇。徛去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所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这时，叫咱三甲来祈祷。慈悲疼叹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互阮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阮常常得罪你，无照你的心意来行。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互阮诚做新创造的人，灵命嘛得到更新。阮知，伫即个充满不安的世代，只有外靠你，才有真正的平安。求你大能的手安慰受惊吓的人心，互人心重新得到望。阮嘛向你恳求，帮助阮有勇敢佮充满怜悯的心，彼此相疼，亲像灯台照出你的真理的光，诚做合你心意的器具。答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诚心敬拜俄罗你，求你即时引带阮入伫你的圣殿。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大家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14章19节到15章的第6节。罗马书14章19节到15章的第6节。我来读。所以，咱着追求和睦，甲互相造就的事，毋通为着食面破坏上帝的工作。万味拢清气，毋过人若因为食面，互别人的信仰受阻碍，就毋好。较好是无食肉，无啉酒，无做互兄弟也是姊妹失去信仰的代志。你对一项事的信念，是你甲上帝中间的代志。对家己看做对的事，无自责的人真有福气。毋过，心有骄疑来食的人会受定罪，因为毋是出于信心，毋是出于信心来做的，拢是罪。15节。咱遮个信心坚强的人，应该互信心软弱的人斗打同打，毋通求互家己欢喜。咱逐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互因得到利益，通建立信心。因为基督无求互家己的欢喜，反倒亲像圣经所记载，侮辱你的人会侮辱拢归伫我。早前所写的，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望。愿赐忍耐甲安慰上帝，互恁当心志，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通当心当写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这时献诗甲点集。来请新歌队甲小会员。
就听先知以赛亚讲的话，今日黑暗中的百姓有看见大光，徛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照因。恁的上帝讲，要安慰我的百姓，就对耶路撒冷讲好话，高报因知因的征战已经到尽。因的罪已经得赦免，耶和华的手有施大恩伫因的罪的顶面。就听伫旷野有新的声在发讲，就弥漫耶和华的路，伫沙漠地的所在修平恁的上帝的道路。我一块路，再块路，就来平凡我出的路。
就听先知耶利米所讲确实的话。耶和华讲：我知我为恁安排的计划是美好的，毋是降灾的计划，要互恁有充满应允甲毋茫的前途，踮到毋茫的大港前踏迹。
请听这段出自圣经充满鼓舞的宣告，看黑暗大满全地，一大阴暗藏伫世间人的顶面，总是启明星要对咱显现，伊的真光要照着恁中间，万国拢要来求困即个大光，地上的王拢要来求困伊的灿烂真光，点着喜乐的大降节蜡烛。这就是迄位已经应允的耶稣出世的背景。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定着要嫁予约瑟，总是还未娶过门的时，已经对圣神得到信任。因为约瑟是一个义人，毋爱将这个事公开，互玛利亚递到见识，就要
按算点点去废寝。总是当伊伫想的时，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讲：大笔会互伊约瑟啊，无得惊，就带玛利亚做你的某，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来的。伊要生一个囝，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拯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一切遮个事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有一位在世女要怀孕生囝，人要叫伊名做伊玛内利，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地，点着疼的大降节垃圾。
话，路加对咱讲起耶稣降生的时，发生伫伊身边真奇的事。伫伯利恒无偌远的所在，有故人的踮伫旷野，每时守间看顾因的羊群。忽然有一个天使出现伫因身边，因真惊吓。天使对因讲：无得惊，因为今仔日伫大米的城有一个囝为恁出世，伊是恁久久得等候的救世主。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马座内。忽然有大阵天兵甲迄位天使三角乌鲁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遐个天使离开因，转去天顶的时，讲有话三角讲：今仔咱去伯利恒所看所正的事，就是主所报互咱知的，念着尊重甲敬拜的蜡烛。请来思想马太福音的情景。当耶稣生在犹太地之后，有几位博士从东方而来，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位婴孩。他们看见他的心升起在夜空，带着大喜乐，
跟随那颗星，直到声音海的地方。进了房子，看见婴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谦卑俯伏敬拜，为了表达最深的敬意，他们献上珍贵的礼物，包含了黄金、乳香和没药，但最重要的是充满敬拜和赞美的心意。接下来，我们所点燃的这根蜡烛，名叫信心。
10秒钟拍照时间。这时，请罗师来进度，伊要分享的是当声福乐上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圣诞恭喜！圣诞快乐！首先要跟大家抱歉，也跟大家商量，就是我们小会其实有讨论很久关于这场礼拜要使用的语言，所以我们如果有注意细细的听到，我们前半场是用台语，然后从我跟吴牧师在分享的经文的时候就开始用华语，以至于接下去的2首跟主日学的合唱是用华语。那因此我要邀请大家，如果在场，不好意思，但是由于传统的关系，我仍然选择在讲道的时候用台语。所以如果大家有目前没有办法听得懂台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特别预备了更多的华语的讲章在外面，所以待会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听不太懂，或者是想要透过讲道来参与，要邀请大家尽量就利用这些华语的讲道篇来参与讲道的部分。愿上主的恩典帮助我们。虽然我的老师骆维道牧师一定会觉得，在礼拜中如果随便对人的拍手是不是以上主为主的一个敬拜，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今天的圣歌队跟主日学的合唱，在我们当中带领大家的敬拜，真的是值得更大的掌声。所以我要邀请大家，就透过掌声来颂赞上帝，让这位帕爸爸来得奖。愿上主的荣耀就伫咱生命中，真正亲像蜡烛火同款来倒起来。所以这时我要邀请咱尽可能去尽量啦吼，尽量去咱附近兄弟姊妹讲圣诞恭喜，愿你平安，安尼好不好？好，然后如果可以跟更多的人接触到，所以你可以握手。握到那个使你的手热起来的那个人为止。请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出示一阮性命，互阮真正知上帝你的恩光。就会踮伫阮的生命中显现，愿主出世的阳光帮赞，不止伫即时这个所在，也伫阮的生命中，互阮真正彰显出来。
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即回咱所听到的，特别拄仔对咱的小会员所引带咱做伙读到的圣经，其实是对马太福音来。马太福音在描述主耶稣的出世，其实一开始是对耶稣的家谱开始的。假使咱若有详细读，咱就知影马太福音讲主耶稣的出世的时阵，伊是先对主耶稣的家谱开始的。总是透过即份主耶稣的家谱，一个啊，就互咱了解福音书真特别的所在。大先，即份家谱，马太福音所写的即份家谱记载5个女性。咱来知影，伫古早的社会内底，家谱袂出现女性的名。第二，这个女性阁是迦南人甲摩押人，对古早的犹太人来讲，这个人拢无清气啊。更较互人着惊的是，马太所讲所写。伫马太福音一开始的这个家谱所讲到的几位女性，是雕工的。伊雕工要互咱联想到圣经遐个上无光彩、犯罪甲上无道德的事件。马太福音第1章第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犹大对哈马是法律书加夏马。犹大甲哈马是啥物关系？咱知，咱若有注意读圣经，咱就知影，犹大甲哈马是伊的新妇呢。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描述啥？这个描述犹大甲伊的新妇他玛发生关系的乱伦事件呢。马太福音第1章的第5节续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撒文对拉哈是波阿斯，拉哈是啥物人？拉哈是迦南人，伊的职业是妓女。毋知影吼，不要紧，毋知影，总是伊的职业是妓女。马太福音第1章第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西生大必王，大必对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好，这份家谱，出现一个王啊。结果，神学家讲这马太加一个注解，叫做圣经中上支持的一个描述。这是圣经中上支持的一个描述，因为所罗门的妈妈叫做别是巴。马太雕工要提醒咱的哦，伊要提醒咱讲伊是乌利亚的某。乌利亚是啥物人？这表示啥？大笔不只是人头看，搁犯奸淫、好色，搁杀迄个对伊忠实的部属呢。咱若知影这个故事，咱就知影这是圣经中，咱通讲是大笔王上黑暗的事件。所以马太雕工安尼写，其实是有伊的用意的。透过这份家谱，马太无直接讲，伊无直接甲咱讲，总是伊要讲啥？伊要讲，弥赛亚其实伊是出世伫一个道德光明失调、一直犯错的家族内底。伫文化、族群、性别顶头，伊是因赛
嘛是ou西，伊是局内人，嘛是局外人。马太无直接写清楚的，就是伊讲，就是算你坐上王的大位，犹原你会犯着道德，甚至害人的重罪。有可能咱会因为文化、族群或是性别，互人排除，所以咱所有的人，拢是迄个可能有罪的人，因为就是弥赛亚出世的家族嘛是安尼。咱拢需要悔改，咱拢需要信心，才会当得到主耶稣基督出世伫咱性命的稳定。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叫做福音。这个世间看重的是家谱，是金钱，是族群，是阶级，总是伊出世就要来反转一切。伫教会以外重视的代志，主耶稣的出世，就咧对咱讲，伫属伊的家内底，无应该看了遮尔重。这就是罗马书14章的结论。罗马书14章19节，我会当讲，这通讲是罗马书14章的结论。保罗写伫遮的结论。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咱着追求和睦，甲互相造就的事。教会需要去做伫和睦甲彼此造就的事顶头。所以，遐个家己看家己较坚强的人，无应该互家己的自由较悬伫对别人的疼顶头。罗马书14章2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读来。毋通为着食米迫害上帝的工作，万米拢清气。毋过，人若因为食米，互别人的信仰受窒碍，就毋好。对上帝创造的眼光来看，万米拢清气，因为拢是伊创造。总是假使咱若食，互别人绊倒，原本是好，颠倒变做歹，毋好啊。加利文是安尼讲，加利文是读原文，所以这个原文诶，即句20节，即句有绊倒，家己绊倒，有迄个唇骹互人绊倒。所以迄个希腊文原文吼有两种绊倒，一种绊倒是家己绊倒着。第二种跋倒嘛有迄种别人雕工的，雕工村骹互人跋倒的。然后伊讲，不管保罗是照处事讲着跋倒、跋骹，诚做软弱，伊可能是咧指人的良心因为怀疑开始软弱。当良心一旦受到更较大的猜疑，就会绊骹，绊着别人的骹。所以保罗是安尼讲，罗马书14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较好是无食肉，无啉酒，无做互兄弟也是姊妹失去信仰的代志。保罗甚至有一个范围更较大的范围。咱的自由若造成基督徒同伴属灵的损坏，就应该放弃这个自由。随上这个范围嘛，造成日后伫教会内底公开就是私底下的侪议论。请问基督徒会当自由甲人做伙食饭、啉酒，甚至博烟吗？抽烟。部分，歹势。基督徒当会当自由，可以吗？有人就感觉袂使啊，对吧？自由甲人食
食饭，啊想讲你的人客啦，就你讲啊暗时来酒家咧，有人就感觉袂使吼，对无？所以这是保罗更较大的吩咐吼，莫做迄个互兄弟姊妹失去信仰的代志。啊，毋过啊若拄着食薰咧、啉酒咧，加减。即摆原则小可改变啊吼，加减。迄个原则小可改变啊。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逐大讲，这是咱的罪。对圣经来讲，这无问题。我捌的真侪神父，拢真够食薰。神父吼是无毋对，嘿。然后咱来知影天主教做弥撒礼拜啦吼，礼拜了因祝圣了的葡萄酒，因拢用葡萄酒哦，迄是迄天爱啉无了。所以真侪神父礼拜日做礼拜了，下晡是醉茫茫的，因为伊为天主教教会是用真正意大利所买来的葡萄酒呢。长老教会牧师嘛有食薰，嘛有啉酒，甚至有食薰卵的呢。啊，当袂使，请问当袂使，请问当袂使。我要坦白来讲，张辉牧师就上爱迄个抽英国烟斗、大烟斗，所以伊甲人讨论代志，一定爱迄个食薰啦。但是看起来迄个高尚吼，其实嘛是共款食薰啦。那个大烟斗吼，伊讨论代志，若无食薰袂使。虽上，我嘛要坦白大家讲，伫欧洲中世纪以前，啉酒比水搁较清气。总是咱今仔日已经拢小可知影，为着家己的健康、甲别人的健康、甲安全，才会当改着爱改。总是咱无应该拿看做是罪。古早咱拢伫私底下议论讲啊，迄个太会安尼，甲人食薰、啉酒、无分两。到底会使啊？袂使？其实有一条要紧的线，迄个要紧的线。我同意一寡学者伫遮所讲的论点，保罗是用食肉啉酒做例尔，伊用即个例劝诫咱，做一个基督徒的自由应该受疼来限制，咱因为疼的关系来限制。因为啥物话？因为刷落去保罗就开始讲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啊。罗马书14章20a 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对一项事的信仰是你甲上帝中间的代志。原文应该是安尼讲，你爱将你私下有的信仰。伫上帝面前有，讲三个你呢？所以即种讲话的方式，是要唤起受着迫的人的注意。然后，伊讲注意啥？你爱注意啥？你去关心别人咧选择安怎食、安怎啉，
因对日子的选择，你关心因，不如爱关心你家己啊！关心家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好，刷落去，罗马书14章22、22，刷落去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对家己看做对的事无自责的人，真有福气。好，咱来对后壁读转来，因为原文是福气啦，迄个真有福气，福气啦。然后，这个福气啦是啥物货？伫圣经内底智慧文学中，时常用福气啦来表示人生即时应该行的路。诗篇第1篇的第1节，诗篇，所以智慧文学时常用即种方式来表达。随上后来伫福音书甲启示文学内底，福音书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开始，迄个福气啦，佫真清楚咧讲这代志，是用来表达伫困境下面上帝的百姓，未来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保罗嘛用伫遮讲福气啦。一个家己，保罗认为一个看家己坚强的人，会时时测验家己所做代志。因为原文是讲福气啦，迄个伫伊测验的代志顶头无论断家己的。换一句话来讲，咱做真侪代志，有可能一开始就心内底就审判家己。保罗伫遮讲。所以伫遮，咱通理解，伫伊测验中放心食肉守节的人有福气啊。保罗是安尼讲。罗马书14章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毋过，心有犹豫来请的人会受定罪，因为毋是出于信心，毋是出于信心来做。拢是罪。库斯多姆这位初代的教父，也另外一个名叫做金口约翰。伊因为这节来问讲，一个人若感觉无把握，嘛无相信这个物件是清气的，伊会当安怎做无犯罪？啊，那咱若怀疑讲，这个食物已经过时，已经无清气。咱若怀疑，当然就是卖食。所以答案真简单，就是卖食。新亚教对保罗伫遮讲出于信心这样代志，其实有真侪讨论。总是新亚教后来有一个我读到，感觉有一个真好的建议，伊讲咱会当正面来解读。换一句话来讲，后一句话咱会当来解读做出于信心来做是，毋是做，对吧？出于信心来做，毋是出于信心来做，拢是做，对吧？啊，若出于信心来做，毋是做。新亚教有另外一个解读，会当安尼解读。总是罗马书15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咱这个信心坚强的人，应该甲信心软弱的人斗搭当当。毋通求互家己欢喜。保罗对信心坚强的人，伊的苦劝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信心坚强的人有自由的空间，比信心较无坚强的人大。总是这个信心坚强的人，伊愿意放杀这个自由，无求家己的欢喜，为着要互信心较软弱的人减轻因的担当。罗马书15章第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咱逐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互因得到利益。
通建立信心。好啊，本翻译做福音，使他得益处。原文是达到迄个好。加里文是讲即节圣经是教咱知影爱对别人有义务，毋通家己好家己欢喜就好。所以咱若选择做一个基督徒，咱若感觉讲咱若甲啥物人食饭会互人信心跋倒，咱若食薰会互人信心软弱跋倒，咱若啉酒互人信心跋倒软弱，那安尼咱就莫做。这毋是雕工要报销别人，让人欢喜尔，嘛毋是现代所讲的头歹，互人按赞，毋是安尼。基督徒要安尼做的目的，是为着别人会好。假使别人会因为安尼得着救，假使别人的信心会安尼对安尼得着造就，达到迄个好，那安尼咱就得着欢喜啊。罗马书15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反倒亲像圣经所记载，侮辱你的人的侮辱，拢归伫我。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却是基督无求满足家己。这是对主耶稣的教示的传统来。保罗嘛真侪摆伫伊的批内底咧描述基督的时，用即款的图画，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嘛应该是初代教会信徒共同的认知，就是了解耶稣基督无求家己的欢喜。保罗伫遮搁较引用诗人的话，诗篇69篇的第9节，说明耶稣基督为着咱忍受人的侮辱，伊无求满足到家己到安尼的程度。罗马书15章第4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来读来。早前所写的，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着盼望。圣经会写落来，咧早前所写的表示旧约，旧约圣经所写落来，甲新约圣经所写落来，是为着要教示基督徒，互咱有忍耐的心。我靠圣经所述的安慰甲鼓励，得到快乐，帮助咱伫基督内面找到盼望。上尾，罗马书15章第5节到第6节，其实是祝祷。咱伫迄个听书内底，礼拜听书内底上尾会有一个祝祷。这其实即种祝祷的形式，伫古早保罗的批内底，咱会当看到，还是读到真侪摆。这个祝祷，神学家莫瑞将这个祝祷形容做这两项代志是相似的，劝勉人相时上帝祈祷。罗马书15章第5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愿赐忍耐甲安慰的上帝，互恁同心志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保罗恳求迄位有忍耐甲安慰为上帝本质的上帝，赐予属伊的囝儿有共款的意念。所以，不管你是看家己是较坚强，还是看家己较软弱，拢会当因为耶稣基督迄个无求满足家己的样相，彼此来吞忍谦卑，
祈求一致甲同心，就亲像保罗进前伊所提醒的，就是罗马书12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同心合意，毋通骄傲，着做认真的人会当看，毋通自作聪明。路西迪这位因为侮辱伊斯兰先知的罪名，拄着前伊朗的领袖何美尼的通缉，伊受赏金通缉，出名的无神论英国的作家，伊伫伊早前所写的一本册叫做《修辞选》顶头讲着，伊讲历史顶头真正的斗争，毋是丧凶或甲好野，毋是社会主义甲资本主义，毋是白人甲黑人，而是享乐主义甲清教徒的斗争。社会风气拢是伫一寡人认为啥物货拢通做，甲另外一寡人讲袂使，中间咧走来走去。假使人类的历史是安尼，那安尼教会嘛无法度避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功课是啥物货？咱的功课是怎样伫道德甲宗教顶头保持纯洁，阁会当对于遐个无达到这个标准的人表示稳定，这是咱的功课。咱有一个更较严重的功课，就是咱免哪互罪人得到疼，总是无鼓励犯罪。这是另外一个更较要紧的功课。实际上，这也是耶稣基督所互咱的模样。我时常称伊叫做神圣的平衡。总是这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拢真歹做会到。罗马书15章第6节，上尾咱来读上尾这个足道的上尾的这节，做伙来读来。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同心同声和本翻译做一个心，一个喙，一个心，一个喙，这真特别。19世纪的神学家比伊提醒咱，假使咱若要同声进前，爱同心。听意思吼，若无你就是假冒伪善。咱若要同声做一个，有一个共声，就爱同心。最近我已经退休，现在伫美国牧会的陈丰辉牧师的脸书，前2天读到伊所写的这段话，检采会当做今仔日讲道的结论。伊安尼写：有时阵真正的成熟，毋是将你认为对的代志撒到上尾，是愿意暂时放落家己的对，为着要互别人的性命、关系甲尊严被保留。我想要对你讲，好本身也需要受节制。更较美好的动机，若急要实践，急要爱人接受，拢有可能成做别人的重担。伫我所行过的岁月内底，上帝教我的，毋是怎样搁较有权威，是怎样莫急用权威。毋是怎样说服搁较侪人，是怎样伫紧张的内底徛会牢。你无需要急，互人知你有偌熬、偌知影、偌正确、偌有看见。
因为教会毋是一摆一摆赢的辩论来头前行，教会是瓦靠一摆搁一摆无破裂的关系继续存在。请相信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带领的脚步拢无共款，伊无需要你替伊加紧这个进度。咱所会当做是忠心温柔，并且留落一点仔空间，互圣神家己来做工。假使若有一天，咱感觉野生拄着挫折且爱的奇迹，伫遐个你掠做啥物拢无改变的时，真有可能拄好是上帝伫你内面最上深刻工作的时。就亲像拄则，咱做伙伫遮听见圣歌队美好的学乐，咱拢爱明白一项代志，伫即个美好参与听见的经验背后，是付上真侪练习的时间、忍耐智慧。迄个讲话真歹听的试验，克服家己软只啥物拢袂晓的心态，因才有法度徛伫咱的中间，成就这所有的一切。就亲像马街来头140周年的音乐会顶头。我伫一开始的时阵就安尼讲，我认为合唱是一个家、一个教会、甲一个台湾上需要的代志。咱会当唱无共声部来做伙合，总是咱拢爱唱共调。可能这个圣歌队较知影我咧讲啥吼，就是无不同声部，但是咱爱唱伫共调，海当和，听起来才会合做伙，合做伙啦。我毋知影咱大家了解这个意思无？爱有，其实有无共声部，才是真正的水。意思就是，是无毋对，咱拢有无共款的意见，总是。咱拢需要唱共调才会使。这检采就是今仔日台湾社会真大真麻烦的问题。总是至少爱伫咱家己的家，伫教会内底，咱爱同心同声学了上帝，荣耀伊才会使。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赏赐，让我们真能从你的话支取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同心同声一起吟唱的时候，上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彼时三角来吟圣诗，圣诗342首，圣诗342首，请来祝真光，要将车起立。Oh
坐。这时来奉献，请柯明伟、傅启芳技术来出现。在今天圣诞赞美主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主名圣殿，一同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我们满心感谢，让我们都能够充满喜乐与盼望，也感谢主所赏赐丰盛的恩典。这时，我们奉献微薄的金钱，做教会的事工使用，求主你悦纳。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大生，请来读今仔日的经部，伫周报的新书单的下面。我读一摆，请会众读两摆。同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白上帝。罗马书15章第6节，请。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白上帝。罗马书15章6节。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白上帝。罗马书15章6。接着我用华语来报告，请看周报的第1页。下周的服事人员团契聚会以及课程的时间，请自行来参阅。周报的第2页为小组聚会的时间，也请自行来参阅。奉献的部分如果有错误，请向办公室来更正。接着我们来看周报的第3页，
今天是圣诞赞美礼拜，是由小会员点烛带将结了蜡烛。那待会中午呢有圣诞的爱餐。那待会爱餐的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我们取餐有顺序哦。好，首先是我们先邀请7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先取餐，再来就是比较弱小的嘛哈，国小、幼儿班，好，这个家长陪同一起取餐，接下来才是其他我们国中到70岁的这个兄姐，那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如果说那个爱餐完毕哈，大家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一起来服侍这个洗餐盘的这个工作，这样。稍后哈，请国小班及幼儿班这个主日学的部分哈，在礼拜完毕之后呢，请到9楼的报到处来签到。大楼管理委员会在12月27号上午的11点，在701室来召开会议，那请委员来出席。下主日的消息，行政部会在中午12点半6楼办公室来召开，那也请部员来出席。小会公告：2026年的1月4号第一场礼拜举行长职及首长的就任式。那就任的人员，请大家自行来参阅这个名单，也请相关的人员当天务必来出席。教会的消息，圣诞糕已经到货了哈，如果你有订购圣诞糕的话请礼拜后到6楼办公室来领取。那这边也邀请兄姐哈，我们到12月24号之前哈，都有一个圣诞家庭报佳音可以报名的活动，那请大家如果有意愿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报佳音的话，那就到办公室来登记。2026年的和会手册呢，也在编列了哈，那请各部各团契预备缴交。那内容的部分有2025年的活动施工报告，2026年的年度组织、年度的计划。那再麻烦各团契在2026年的1月18号之前缴到办公室来做会诊。那另外就是说接下来的12月25号是行宪纪念日哈，办公室当天会休假，所以如果有事的话，再麻烦请其他时间再来洽办。那另外再提醒一下哈，就是说大家手上如果有周报的话，这个我们明年开始。就是在弟兄姐妹生日当天的话，我们会有手做的卡片。如果愿意的话，这边我们也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来填写自己的一些相关资料。那另外再提醒一下，就是本年度的关账日哈，是在下个礼拜上午9点我们就会关账了哈。那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哈，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收据等等之类的话，麻烦尽可能在今天或是提早的话。来交给我们这边办公室或财务来做签核，来得及我们关账的时间。那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待会我们爱餐的时候，上个礼拜有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请自备餐具。所以如果尽可能可以的话，就使用自己的餐具。那换句话说，就是要自己洗的意思的哈，所以要自己来处理。那第二个就是待会在用爱餐的时候，请先让这个年次比较小，跟年次比较少哈，跟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年轻人哈，他们先用，所以记得。要让年次比较少的以及年级比较少哈，年龄比较小的，让他们先用。所以请互相协助。我想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呈现彼此相爱的氛围。那另外就是我们最近就会开始动员，请区长来打祝我们生日的电话。所以，如果我们接到电话，不要以为是诈骗电话，是真的，我们是要诚心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所以要邀请大家，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没有在我们的汇集上资料上的话，要邀请大家留下，用这个 QR code 留下，只要留下我们的住址、电话，然后跟生日就好了，好。那我们会打电话以及若我们愿意开放当天，我们希望当天但是有时候不一定当天，我跟吴牧师的时间可以，所以一定会提前，就是会提前就是我们会打电话或者是到府上去住，如果到家里不是要没有说要坐很久，不是是我们去唱个生日快乐歌，然后拿着，也可以在家门楼下或大厅都可以就是我们会拿个生日，如果让我们去，我们会带一个小礼物啦，就祝我们生日快乐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要邀请大家，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有这样的事工，然后接下来因为今年的圣诞节比较特别，因为今年我们突然间就放假了应该是突然间嘛我们其实去年完全没有料到12月25号会放假，所以就突然间放假了，所以我们今年的报佳音会延长到接下来的这几天在24号之前。那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有跟我报名，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应该都忙着报佳音，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家里还可以开放给我，就请私下让办公室这边知道。那请千万记得25号当天就没有办公室没有开放祝大家圣诞快乐。祝福册签信诗394首，信诗394首，这是礼拜特别线，请起立。只是礼拜特别线，大家饮食通时线，心肝常常三交陪，毋忘后期各自会。六日所做着随日，大项教主所教示，使拢共相交法度，才通毋忘主保护。咸菜有时受艰苦，吞论我可主照顾。困求天父是恩惠，得着相信大安慰。经过试炼那坚固，亲像金那回路。世间艰苦无时节，天当安乐永福气。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
献乐默祷。我们现在请与周围人来行平安礼。耶稣爱你，愿你平安。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大概在15分钟后，11点40左右，在6楼爱餐，谢谢。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大概11点40分在6楼享用爱餐，谢谢。
志航，麦克风有声无？那个车号，车号 AR。